自2024年7月初7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顺服上帝的呼召。圣经咱做来听读，希伯来书第11章第8节到12节。对神，亚伯拉罕受召去得要承受做产业的地的时，虽毋知要去倒位，犹阁有顺探出去。对神，伊寄居伫应允的地，若亲像踮伫外国，甲做伙承受共应允的以撒、雅各住伫埔边，因为伊期待上帝所设计甲起造迄个有地基的城。对神，亚伯拉罕虽然已经老，撒拉嘛已经超过生产的年岁，伊还会当做老爸，因为确信应允伊的上帝是信实。所以通讲，对一个得要死的人有生产子孙，亲像天顶的星遐尼多，亲像海边的沙算袂了。顺服上帝的呼召。希伯来书作者继续列举四种像值得学习的祖先。今仔日的经文主要是论述有关亚伯拉罕的事迹。亚伯拉罕是以色列民族的祖先，伊的事迹是以色列人是较诚实，因搁较是以身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做骄傲。对圣经的记载来看，以色列民族诚做上帝的选民，通讲是对亚伯拉罕75岁的时受上帝呼召开始的。当时亚伯拉罕受上帝呼召，离开赫然离开亲族，离开老爸的家，到上帝指示伊的所在去。上帝应允亚伯拉罕要互伊子孙济济，行做大国。上帝要赐福，互伊有大名望，人也要因为伊蒙得福气。总是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祖孙三代，实际上是过着游牧生活，住无固定场所。虽然上帝一再重复伊的应允，将赏赐互因广大的土地，互因发展成做大国。可是因伫有生之年，其实拢住踮伫埔边，过着世界搬徙漂流的生活。关于子孙的应允，当天使甲亚伯拉罕讲，撒拉已经过了怀孕生囝的时，因夫妇拢认为家己老啊，就切切偷笑。但是上帝应允是信实的，以撒果然出世。以撒40岁时，甲利百加结婚，也因为家后利百加未生，就向上帝祈求。上帝答应以撒的祈求，利百加就怀孕生双胞胎以扫和雅各。了对雅各因判12个支派，繁衍出规个以色列民族。无论怎样，亚伯拉罕伫以色列子孙的心目中，被尊称是信仰之父。虽然伊伫世间的日子既无定数，生养也无顺遂，上帝应允迟未兑现，甚至都看袂到影子。毋过，安尼的际遇并袂互伊失了对上帝的信心。伫什么拢还无发生的情况下，亚伯拉罕还存着信心，忍耐听候。现今人生的生涯规划诚做一门显学，透过社会科学的方法收集、分析、整理、统计的资讯，达成个人的学习历程、职业、婚姻、
子女教育乃至人生每一个阶段的规划，搁透过生涯规划来达成财富、地位、事业、成就、健康等等的人生目标。这个生涯规划以获得安全稳妥的生活做标准，尽量避险莫波动。相比之下，以些祖先顺探上帝的召唤，离开生活安稳的家乡，去到上帝应允要赐予伊的所在，这是偌尔大的决定和变迁。身为基督徒，咱着安怎追求上帝的心意，来规划人生，互生命有意义甲健康咧？作者的经验是爱甲家己交托互上帝，信靠伊会帮助咱安居伫这片土地。基督徒通透过祈祷，追求上帝对咱的性命应允，我靠伊的帮助来拟定家己的生涯规划。伫人生过程中，坚定相信和倚靠上帝。日想，我要互上帝呼召做甚物代志？我要安怎信、搁行来蒙得福气？我要互上帝呼召做甚物代志？我安怎信、搁行蒙得福气？咱来祈祷。主啊，我为你所创造，你要伫我的生命中有美好的旨意，求你互我明白，我愿留心军队，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